小红书这个聚光投放其实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复杂，像这几个计划我花了不到10分钟就建好了，然后跑出来的数据还 OK 吧，点击率能去到10%啊，然后平均一个实现开口成本是20块钱，这相当于是加粉成本了。那重点来了，新手小白如何快速跑出一个高投产的计划呢？你只要能满足我以下说的这2个点，你闭着眼睛也能跑出这样的一个投产。第一个点就是你账号的基础粉丝已经有个几百、1000甚至更多。第二个，你有基础粉丝的情况下，说明你这个账号已经跑出了一些小爆款的笔记，就是小眼睛有个几千甚至是1万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拿这些爆款的笔记去投放就行了。但是还有个点要注意，你这些爆款笔记一定是一些营销的啊，足够垂直足够粗暴的，就是评论区很多人都在问啊怎么学习怎么买的这种去投放的话。